我是天庭瑶池中的一位小经理，为了报恩，投胎到人间，成了恩人阿娘的女儿。糖葫芦真好吃，变成人可真幸福。李儿，你又在偷吃糖葫芦是不是啊？苏丞相勾结晋王，通敌叛国。圣上已下旨，苏家上下全部流放漠北。这是休书，从今天起，你与我安平侯府再无瓜葛。哼！蒋怀仁，我嫁你为妻20年，为你生儿育女，操持内外，倾尽全力扶持你，你竟如此狠心待我！我爱的是芸娘。要不是你霸占着安平侯府夫人的位置，我又何必委屈她做妾？来人呐，让她给我压下去！放开我！小馋猫，发什么呆啊？糖葫芦好吃，也不能总吃。阿娘，刚才李儿看到了2个时辰后，外公被人诬陷通敌叛国，江家上下马上就要被流放了。傻梨儿，乱说什么呢？来不及了，一定要尽快让阿娘相信我。阿娘，你看，这是我的法宝空间手镯，现在相信我说的了吧？梨儿，那阿娘去找你爹爹。阿娘，其实爹爹就是陷害外公的罪魁祸首，他早就和柳姨娘盘算好了，等外公流放消息传来，他就会借机骗光阿娘的所有嫁妆，再休了阿娘。婉娘，宫中传来消息，岳父大人通敌叛国，你身上还有多少银子？你赶紧拿给我，我这就进宫去打点。原来梨儿说的都是真的。我父亲一向清正廉明，怎么可能做出通敌叛国之事？不如我们先进宫，去请陛下彻查此事。来不及了，宫中已经宵禁。再说，还有2个时辰禁卫军就要来抄家了。可我现在身上也没钱，就算是要变卖嫁妆，也需要一定的时间。那你赶紧变卖，我先去脱下禁卫军。阿娘别哭，你还有李儿和哥哥在陪着你呢。是啊，我还有李儿和春儿。阿娘，咱们都要流放了，该我们的东西，小李儿都要拿走。你现在啊，先变卖嫁妆，我呢去装东西。那你一个人去安全吗？哎，阿娘，你放心，小李儿有神仙爷爷护着，普通人伤不了我。那阿娘这就去了。坏蛋阿爹想休了阿娘，跟我们撇清关系，我到时候拉你一起下水，等到了流放路上，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个坏蛋。哼！梨儿，这是我们的家当。婉娘，钱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时间太紧，嫁妆一时脱不了手，总共只凑够了500两银子。你不说你的嫁妆价值几10万两吗？怎么可能只有500两？这些年，侯府上下的开销都是花的我的嫁妆，所以嫁妆已经所剩无几。至于庄子和田地，这一时间也变卖不出去啊。夫君，你的库房里不是有私银吗？
我求求你，救救我爹吧！本来想骗点嫁妆，既然没钱了，何必浪费时间？娘，想拿我的钱去救那个老不死的，他也配！这是休书，从今天起，你与我江家再无瓜葛。江怀仁，你竟如此绝情！侯爷，不好了，官兵来抄家了。总算来了。丧门星，你别想连累我们江家，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。坏蛋阿爹，这么对阿娘，我让你倒霉！皇上有旨，苏丞相与晋王萧北辰勾结，通敌叛国，念在其曾有功于社稷的份上，免其死罪。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杖责100，令苏氏一族有关人员全部抄家流放。陈大人，苏清婉已经被我休了，我们侯府与他再无半点关系。您看这抄家流放的事情，江侯爷，按照我们大燕的律法，女子只有犯了七出之条，夫家才可以休妻。但是据我所知，这苏清婉可是咱们圣经出了名的贤妻良母，你选择在这个时候休妻，恐怕不合规矩。若是被圣上知道了，我可是会被你连累的。陈大人，下官略备薄礼，只要您愿意高抬贵手，我这库房里边的金银珠宝就全当报答大人的恩情了。江侯爷果然是明事理的人呐，不过本官相信侯爷一定是无辜的。来人呐，把苏清婉拿下！放开我！江怀仁，你这个畜生，你不得好死！陈大人，请。大人，这前面就是库房了，不知道里边的东西能不能入您的眼，还请大人笑纳。好，江怀仁，你敢耍我？这大人，我这冤枉啊！我这库房里明明今奉上未央宫进军轮之图，若陛下发精兵5万，臣当以漠北千里草场相报。哼！江怀仁，你通敌叛国，这就是证据，你还敢狡辩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一并流放！不要，我是冤枉的。大人，人已带到，交给你们了。是。你个囚犯倒是比老子这个官爷还舒服。起来，跟我装是吧？拿着。装？跟我装？我不管你腿断没断，给我滚下来！爬，也要给我爬过去！还跟老子装？老子打死你！
哎，两位官爷，两位官爷，虽说如今王爷被贬，但他到底是陛下的亲弟弟，焉知没有复起的那日？还请两位官爷行个方便，若日后有平反的那日，我们一定不会忘记两位的大恩。行吧，那我们就给夫人几分面子。不过她想要歇着去，你们得自己想办法啊。多谢官爷。哎，王爷，王爷，此番流放路途遥远，我能帮到王爷的不多，还望王爷多保重。多谢。娘，我同一个老伯买了个这个，让王爷叔叔坐，我和哥哥来推吧。小丽儿真厉害。王爷，来。苏相一家果然品行高洁，我被污蔑通敌叛国，其他人都对我避之不及，他们却仍愿伸出援手。王爷叔叔，你好好的，小李儿和哥哥的力气可大了，会帮你推车的。谢谢小丽儿。哼，这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既然有钱也不知道拿出来给我们打脸，还管起这些闲事来。侯爷，你放心，他们呀，现在凑够了老弱病残，以后有他们苦头吃的。这个给你。哇，好可爱的小兔子呀！这鱼也太大了呀！开饭了，开饭了啊！白面馒头100文，粗面的50文。这么贵，你们怎么不去抢啊？爱吃不吃，再多嘴，信不信老子打死你！吃，我吃。我要2个白面的。这个。王爷，多谢夫人，本王不饿。王爷若是不想欠我的，那等到了地方叫齐川习武如何？夏叔叔，我们一定会好好活到岭南的。来。哟，姐姐，你怎么这么自甘下贱呀？竟然要讨这个残废的欢心！我如何行事，还轮不到你来妄议。你要是再敢污蔑我娘，我让你好看！我污蔑他，他自己管这么多闲事儿，不是下贱是什么？哼，我知道了，他这是被侯爷休了，在找下家呢。对了，还有你个丑八怪，你到底是不是侯爷亲生的？坏女人，不许你说我阿娘和哥哥的坏话！嘿，你个小贱种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清者自清，川儿、李儿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侯爷，还好你休了他，不然你现在头上都要绿成草原了。哼，水性杨花这东西果然不是良配。让你欺负我娘，我让你倒霉！怎么有石头啊？我的牙！哎呀，你们卖的什么鬼馒头呀？把我牙都硌掉了，赔钱！吃都吃了，让我们赔钱，你是不是找打啊？
两位官爷，消消气。娘，我带了烤鸡，咱们吃肉吧。烤鸡，你个小机灵鬼！好香啊！侯爷，他们偷吃！你快吐出来！你哪来的烤鸡？滚开，离我妹妹远点！啊，你给我你！你敢打我？我打你还要挑日子不成？我告诉你，你怎么污蔑我都没关系，但你敢动川儿和李儿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！快点放下，不要动我们东西！滚开！小给我！给我！吵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官爷，他私藏银子，快搜他！银子？嘿嘿，银子，我倒要看看有多少银子。上！哎，拿来吧你！银子呢？这包里没有，那肯定是在他身上啊！身上？走开！你想干什么？当然是搜身了。不行！滚开！不许碰我娘！快！不要动青丸！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？拿去！啊！我。官爷，这点银子哪够啊？他身上肯定还有。还有，嘿，好，谁干的？谁？坏蛋，敢欺负我阿娘，让你们倒霉！啊，官兵叔叔，你快看，哪有好多的银票？钱！快！我的钱，这是我的银子，不准拿我的银子！滚开！敢反抗，老子打死你！哎呦，我的银子！我的，给我，还给我！敢抢我的钱，找死啊你！侯爷，你没事吧？侯爷，你个蠢货，都怪你！打得好，打得妙，打得坏蛋呱呱叫。好热好渴，我要被晒成小鱼干了，怎么办？嘿，对了，我空间里有灵泉。大家快来喝水！还是小李儿厉害，我们多亏了有小李儿。是啊，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水这么好喝过。喝了李儿这水，好像哪儿都不疼了，整个人都有劲儿了。原来，竟不是只有本王这么觉得。不就是水吗？让你们吹成琼浆玉露了。今夜就在此地休息，想进屋里休息的，都要交1两银子，没交钱的一律在外面休息。两位官爷，走。
哎，等会儿，你这点钱只能进2个人。不用管我。今晚让孩子们进去休息吧。阿娘，让肖叔叔和外公进去吧，他们受伤了，需要好好休息。是啊，娘。找好了没？再墨迹一个都别进去了。让我爹和王爷进去。累不累啊？不累，和娘在一起做什么都不累。娘，以后我保护你们。川儿已经长大了。乖孩子，是阿娘连累你们了。才不是呢，阿娘是天底下最好的阿娘。对，是最好的阿娘。外面有狼！喂，谁把门锁了？快给我开开啊！今晚他们还在外面，你关门干什么？外面一群饿狼，门要开着，咱们都别活了。那你们也不能关门呐！你个老实吧，你想死别连累我们呀！你这个歹毒的女人！我来开门。呀，你一个残废还想英雄救美不成？如果萧北辰死了，那太子殿下一定会重重赏我。川儿，带妹妹进去。好。你们你个老不死的，你们干什么？你去吧！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狐毒尚且不食子，教坏人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，连自己的亲生儿女都可以不要了。爹，去追过来了，快带他们先逃！一群老弱病残，等着被饿狼撕成碎片吧！苏晴婉，这回可是你自己要当好人的，这连累了川儿和李儿，你可别怪本侯爷心狠呐！是的，李儿，娘再去求求你爹。江怀仁，你行行好，川儿和李儿是你的亲骨肉，你至少让他们俩进去吧。哟，不是会引天雷吗？那你就再引天雷，把那群饿狼劈死呀！就是，你们那么厉害，还求我们做什么？别连累我们也被狼群盯上了。江怀仁，柳云儿，你们见死不救，蛇蝎心肠，你们不得好死！
哎呦，姐姐，今天先死的是你们哦！青婉，不要求他们，我今天拼的这把老骨头，也要保住李儿和川儿的命。一会儿我先上，等他们分食我这把老骨头的时候，你们就快跑。外公，这使不得呀！不要吃外公，我不要外公死。我没事，待会儿李儿转头，快跑，不要回头，记着外公的话，千万不要回头。别急，我们未必没有胜算。切，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真当自己三头六臂，不自量力。哼，就是，你倒是再引几道天雷，让本侯爷开开眼呢。我可是天上的小精灵，你们吃我会遭报应的。坏了，不许伤害大家，不许伤害大家！我们怎么从屋里出来了？你别跟着我，老是被你引过来的。侯爷，你可不能丢下我不管！滚开！滚开！差点活该！虽然灵力用尽，引不来天雷，可施展调换大法还是小菜一碟。大家都没事吧？多亏了小梨儿啊，小梨儿真是我们家的小福星。这一定就是娘亲说的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你呀你，以后要谨慎施法，可千万别像刚才那样又体力不支。如果我的腿没有受伤，或许……抱歉，这一路给诸位添麻烦了。王爷别这么说，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千日好。王爷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有朝一日，我们都可以沉冤昭雪。腿部经脉全断，幸亏你遇到的是我小经理。叔叔，小经理可以治你的腿哦。李儿，别胡闹，此事不可开玩笑。夏叔叔，吃了这颗药，马上就能好了。王爷，灵儿不懂事，我替她向您道歉。无碍，梨儿心思纯净，一片赤诚。外公也吃一颗吧，吃了马上就不痛痛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外公也吃一颗。小梨儿给的药真不是一般的呀。外公吃了以后，现在感觉力量大如一头牛。看吧，我就说我的药有奇效。主子，属下已查明，此次是太子和安平侯联合起来陷害你，苏家受到牵连。下属等人已在搜罗证据，
一定早日为主子翻案。辛苦。主子，流放路上艰险，要不要派人保护你？不用，我能解决。是。一股暖流在体内流动，难道真的是小李儿的药起了作用？后面的跟上了，快点的！苏小婉，你给我站住！苏清婉，跟你沾上关系的人都得倒霉，老子这腿都是你害的。这就是你把亲生儿女拒之门外的报应。强词夺理，你还敢狡辩？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你竟然站起来了！老子当你多大的本事呢？原来还是个残废呀！哼！坏爹爹，大早上就惹阿娘不开心，还欺负萧叔叔。我的腿啊！萧叔叔，坏爹爹摔了个狗吃屎。我等着，太子殿下一定会替我脱罪的。哎呀，侯爷，你怎么样了？快让亲生看看！滚开！昨晚狼群过来的时候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其实不是故意的，我实在太害怕了，而且其实当时想护着您的呀。侯爷要是不解气，您就打我一顿吧，妾身绝无怨言。行了，算你还有点良心，不像有些白眼狼。哎，等，轻点。后面的跟上，快点儿！不走了。后面的快点的，知不知道？这位官爷，我家侯爷的腿受伤了，您能不能……哦，腿受伤了。没伤！早知道多你这个累赘，昨天就把你喂给狼。哎呀！月儿，我真的是疼得受不了了，你去拜托官爷给我买个板车好不好啊？侯爷，妾身的钱都被抢光了呀！狗东西，休想再花我一分钱！罢了，你就拿它去换吧。这个杀剑刀的居然让我推车，要不是觉得他能翻身，我才不会管他的死活。哎，别停下来，官爷会催的。好。痛死我了！侯爷没事吧？就你小事。萧叔叔给。谢谢李儿。萧叔叔，你居然能站起来了！萧叔叔，没事的，你以后一定能站起来的。水。他好像是中暑了。来，川儿，搭把手，把他扶到树下。好。来，慢点，小心。娘，哥哥，
快给官差叔叔降降温。我这儿还有点水。幸好被流放前，李儿搜罗了库房。把盐溶进水里，给他喂点儿，剩下大家分了吧。好。要我说呀，你还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救一个残废人就算了，还非要救一个不相干的人。苏清婉这个蠢货，救他还不如来伺候本侯，我们才是一家人。真希望他中暑久一点，这样我们就能多休息一会儿啊。这天咋这么热呢？哎，他怎么了？哦，他刚才中暑了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我说官爷，这到岭南还有好多路要走呢，这要我说，还不如让他自生自灭呢。到时候咱们把他东西分一下，大家路上都好过一些。滚！胡说一句试试，信不信老子弄死你？我也是随口一说嘛。叔叔，你醒啦！我这是怎么了？你刚才中暑晕倒了，是我娘和王爷救了你。不过他们太累了，这会儿休息着呢，所以先由李儿守着你。谢谢，你们和王爷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一定会安全护送你们到岭南。那叔叔以后就叫我小李儿吧，你也要平平安安的哦。给，这个烤鸡刚从附近村庄买的，昨天谢谢你们。谢谢贵宾叔叔。娘，咱们有烤鸡吃了，可香了。谢谢官爷。来，谢谢李儿。侯爷，快醒醒！我梦见烧鸡了。什么梦见烧鸡？快看，好香的烤鸡，我都好久没吃肉了。你看那个小贱丑，吃的满嘴流油，都不知道孝敬您一下。好好吃，娘。你娘就是这么教你们的，知不知道什么是孝道？你这个不孝子，老子可是你爹！有鸡吃的时候知道你是爹了，狼来的时候怎么装孙子？娘，怪爹爹要抢我鸡腿。江怀仁，你这老脸真是比大周的城墙还厚，是个男人都干不出抢孩子吃食这种事来。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我怎么可能会抢孩子的东西？我是看他们太自私自利了，想要教训教训他们。对，我就是想管教管教他们。正人先正己，想管教别人，先看看自己什么德行。不吃就不吃，有什么可惜的？切！哎呀，整天吃香喝辣，谁知道他们到底藏了多少东西？有了，我跟你说，还是你聪明。一直都是阿娘和小李儿忙前忙后，我好歹也是个男人，却什么也帮不上，真是可恶。是蛋！你哪来的蛋？关你屁事！怎么，你想抢？没门儿！侯爷，侯爷，咱们加餐了！我在东边歪脖子树上捡了几个鸟蛋。鸟蛋，说不定还有，要是能捡到，就能给阿娘他们补身子了。就算侯爷不喜欢他，到底他也是侯爷的儿子。如果他死了，以后侯府世子就只能从我肚子里爬出来了。真的是在这边吗？唉，阿娘日夜操劳，妹妹又在长身体，外公和萧叔叔还受着伤，真希望找几个蛋回去。
是蛋，真的是蛋。什么声音？川儿，川儿，李儿，你哥呢？哥哥刚才还在树下休息来着，怎么不见了？哥哥呢？哥哥，你哥不见了，我马上去找。哥哥，山上这么黑，你去哪儿找啊？我跟你一起去。你这苏清婉，你怎么带的孩子？连儿子都看丢了。侯爷，你别管了，没准啊，他吃不了流放的苦，自己跑了。苏姑娘，半个时辰前她跟我说往东面去了，她说去方便，我就没去跟着。我去找。娘，我也去。怎么样，侯爷？苏清婉是不是把侯府家当全偷走了？怎么都是些破烂？我宝贝呢？什么鬼玩意儿？全是一堆垃圾。那就是他们藏身上了，真是该死！好不容易把他们全引开的，既然如此，你们最好一个都别回来。川儿，川儿，川儿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儿啊？哥哥，川儿，小李儿当心，南方山上蛇虫很多，都有剧毒，当心被咬。那我哥哥怎么办？不会有事的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夫人莫急，启川一定走不了太远的。娘，哥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夜路难走，要不我们明天再找吧？啊，不行，多拖一刻，川儿就多一分危险。对，川儿，川儿，哥哥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川儿，娘，那边有条路。快走！川儿，齐川，齐川，哥哥，川儿，启川，在这儿。川儿，你怎么了？哥哥，川儿，哥哥，你醒醒！川儿，哥哥，快醒醒！看来和我猜的一样，可惜没能把他们一群人都留在那儿。哟，这是想跑没跑成，反倒被毒蛇咬了呀！自作孽不可活，我看丑八怪要死了！你给我闭嘴！我不准你这么叫我哥哥，你才是丑八怪呢！你又丑又坏还作怪！你个小兔崽子，我……侯爷，苏清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是他亲爹，我看我自己儿子天经地义。亲爹，好啊，那你把他伤口里的毒血吸出来，你吸出来，我就当川儿还有你这个爹。这怎么行啊？哪有爹给自己儿子吸毒血的？再说了，他这伤口颜色这么深，应该是剧毒。万一没把他救活，再把我自己连累怎么办？江淮人，你就不是个男人！是娘的孩子，该由娘来保护你们。我来，我也是不得。本王常年在外征战，替将士们处理过伤口，让我来吧。
恩不言谢，日后有用得到我的地方，青婉一定义不容辞。夫人也帮助过本王，本王早已将你们当成自己的朋友，不必如此。这是什么毒？我的百宝空间里竟然没有解药！夫人别急，我马上去找大夫。官爷，劳烦官爷了。好的，放心。应该没啥事儿了。侯爷，我看没有那么简单。那蛇我曾经在老家见过，有剧毒，现在早就没有解药了。他们去什么也找不到。哥哥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李儿把好运分给你，好不好？川儿，连我的灵力都没有用，那哥哥岂不是凶多吉少？大夫，这边。大夫来了，大夫来了！大夫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儿子！夫人可知被什么蛇咬伤了？这个蛋是刚才哥哥攥在手里的。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毒蛇，是剧毒，被咬的人通常活不过1天。不要，我不要哥哥死！哥哥还说明天还要陪我玩的呢。不会的，川儿答应过娘，会长命百岁的。可有解药？唯一解此毒的鬼手记早已灭绝了。小公子怕是……大夫，求求你，救救川儿，救救我儿子！我愿意给钱，多少钱我都可以给。夫人节哀啊，这不是钱的问题啊，已经很多年没人见过鬼手记了。唉，这真是天要人死，人不得不死啊！苏清婉，你还是趁早挖个坑，交代后事吧。哎呀，我的鬼手记，我的百宝空间里也没有鬼手记，可怎么办？大夫，就没有别的药材可以替代吗？如果没有鬼手记做药引，今日傍晚前必死无疑呀！必死无疑呀！罢了，这就是他的命数啊！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川儿，川儿！老天爷，我愿意以命换命，只要川儿可以平安脱险，你把我的命拿去吧！姐姐，别费力了，这阎王要你3更死，谁敢留人到5更啊？看来你是命中无子送终啊，认命吧。我们是不会认命的。叔叔，鬼手记长什么样？相传是紫红色针状小花。我去找。李儿，别乱跑！我是小经理，小经理不会让哥哥死掉的。鬼手记，鬼手记，你听到李儿在喊你了吗？哎，小李儿，你看，那是北斗七星，它是由7颗星星组成的大勺子。传说北斗七星是天地秩序的制定者，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都是随它指向而来临的。哇，好漂亮的勺子啊，一定能装很多很多饭。小馋猫，哥哥给你个好东西。好甜，哥哥你哪来的糖啊？离开侯府之前，哥哥偷偷藏的。以后我每天给李儿1颗。哥哥你也吃1颗，李儿想和哥哥一起吃。哥哥早就吃过了。
儿不哭，小李儿有世界上最好的哥哥，你一定会找到鬼手记的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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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姐姐，你就听我的吧，趁早挖个坑办后事，这样川儿还能走得体面些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儿子的事不劳你费心。行吧行吧，你就拖着吧，因为川儿中毒的事儿已经拖了这么久了，你就等着他曝尸荒野吧。柳云儿，你要再敢咒我儿子，我就杀了你给他陪葬！姐姐，你冷静冷静，川儿一定会吉人自有天相的。哎呀，侯爷，你看他！苏清婉，今日做的有点过分了吧？我知道川儿要死了，你心情不好，但这是你自己没有看住他，怎么什么事情都怪云儿身上？我的腿！我看侯爷现在也快死了，可以挖坑把自己埋了。叔叔，李儿找到药了。这是在哪儿随便找了根破草，就当成救命良药了。这要真是鬼手记呀，我就跪下来认他当祖宗。这竟然真的是鬼手记呀！孩子，你是怎么找到的？这怎么可能？来，给孩子服下。这都死不了，这个贱种命还真大。万一他醒了，指认我。去哪儿？没去哪儿。哥，你醒了。川儿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啊！对不起，娘，害你们担心了。是柳姨娘，她跟我说，林子东边有鸟蛋。啊！你这个死孩子，怎么血口喷人呢？说话是要讲证据的，你自己乱跑，还想往我身上来？明明是你这个坏女人想偷东西，所以故意把我们骗走。哼，江里，谁要拿你们的东西了？你少污蔑人！一定是他，可是我确实没有证据。够了，是齐川自己嘴馋，看着云儿拿了2个鸟蛋回来，自己也想去。这出了事情怎么能怪在云儿身上？是啊，侯爷说的没错。江齐川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他拿着蛋，在我面前故意摔倒，还说林子东面有鸟蛋，我才心急，上了当。所以江怀仁，你早就知道他设计川儿，故意装作不知道是吧？谁让你们这一路上吃香喝辣？是你们先不念旧情的。没错，是你们先辜负本侯的。坏爹爹，坏女人，小李儿要让你们倒大霉！你当自己是谁呀？看我不……你这个乌鸦嘴，咒我肚子疼，看
我都说了，做坏事的人会遭报应的。灵儿，哥哥，川儿，可是哪里不舒服？娘，我好些了。走。你不是说是真的鸟蛋吗？哪来的毒蛇？就是真的鸟蛋，是他运气不好，碰到毒蛇了。侯爷，咱们一起同甘共苦，你可一定要相信我呀！信，本侯当然相信你。该死，这么好的机会，竟然都没能除掉江启川。不好！月儿，你是不是拉了？你赶紧去处理一下。哎呦！多谢大夫的救命之恩。哎呀，夫人客气了，都是您家小女儿的功。要是没事啊，老夫就先走了。大夫慢走。你过来，给我看看。你快点儿！这老夫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的腹痛，不过没什么大碍，您多休息即可啊。你个不学无术的昏役，我都痛成这样了，你还说没什么大碍？你简直不识好歹！你居然说我是庸医，那你另请高明吧！你滚！苏清婉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击退侯爷心里都是我，故意在馒头里下毒害我？你刚才不是说你没偷东西吗？现在闹肚子了，怎么还赖我们身上啊？李儿，我的肚子啊！我的肚子好疼啊！快手机！呸！什么神药？这不明明到处都有吗？侯爷，你好强壮啊！侯爷，月儿，你清醒点，那是树。哎呀，侯爷，你好厉害呀！我好喜欢。哎呀，侯爷，哎呀，你别动我！娘，为什么柳姨娘抱着树干看？侯爷，妾身今天真是把脸都丢光了。侯爷，你给妾身请个大夫吧，我这肚子不能一直这样疼下去。不是我不给你请，那刚才大夫都说了你并无大碍。你别这么娇气，这以后的路途还很遥远，咱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。侯爷，你不是说知妾最爱我吗？我现在都要死在你面前了，我们还有什么以后啊？哎呀，你看你，我这身上也就这扳指，还值点钱了。哎呀，罢了，给你。侯爷，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。一个玉扳指而已，
当姚太子接我回去，我自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什么味儿？你怎么这么恶心啊，雨儿？我这可是最后一身像样的衣服了。侯爷，不给我请个大夫，我怎么好啊？你怎么能嫌弃我呢？请，快走！干什么呢？干什么？磨磨唧唧的，快点儿！啊，来了，快点儿！这群贱人，凭什么他们都在享受，只有老娘累死累活？看什么看？又想欺负我娘吗？这么下去不行，我得找个靠山。官爷，哎呀，官爷！有。官爷，真是辛苦您了。柳娘子。哎呀，这又没有外人，您呀，叫我芸娘就好。早知道你是个不安分的，不过算你识趣儿。走啦！啊，官爷，切身的馒头呢？回头就给你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看到什么了？你要是敢跟侯爷乱说的话，我跟你没完！哼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看见，但是你要是当着孩子的面乱搞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贱人，我不会让你有机会向侯爷告密的。苏清婉，去菜园野菜去，老子嘴巴淡死了，快点！娘，我和你一起去吧。李儿，山上危险，你在这乖乖等娘回来，给你带好吃的。川儿，照顾好妹妹。好。丽儿，我和你娘一起去，你可放心。放心，李儿放100个心。萧北辰也去，那我还怎么下手？不行，不能让他跟着。哟，这孤男寡女一起往山里钻，是打算给孩子找个新爹吗？齐川，带妹妹先走。啊，走。柳云儿，不要把每个人想的都跟你一样。我警告过，不要在我孩子面前乱嚼舌根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你敢威胁我？苏清婉，你还真是伤风败俗，不知羞耻。你也不怕教坏了孩子？本王与夫人清清白白，侯爷与其管教与自己合离的妻子，不如好好管管自己的妾室。萧北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侯爷，你别听他挑唆，他在给苏清婉撑腰呢。你们给我站住！把话给我说清楚了。算了，侯爷，一个残废能成什么气候？再说了，你这腿还受着伤呢，我先去看看。真是天助我也！
王爷，小军，抓紧我！王爷，快放手吧，这样下去我们都活不了。拜托你照顾好我爹，还有李儿和川儿，拜托了。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。哥哥，我娘和肖叔叔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会不会出事了？不会的。王爷，不好了！我刚远远看到姐姐和王爷一起遇到劫匪，他们坠崖了。什么？你胡说！我这就去找我娘。哎，李儿不可，不可！刘氏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我本来想上去帮忙的，可奈何他们山匪人数众多，我一个弱女子实在是……今晚就这么死了？王爷，我亲眼所见，姐姐和王爷一起坠崖了。哼，谁叫他跟萧北辰一直眉来眼去，死了也是活该。你这个坏爹爹，你才死了呢！我娘和萧叔叔既然自有天相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李儿，死了倒是好事，他若是死了，太子殿下一定会重赏我。清婉，娘，萧叔叔，清婉，萧叔叔，娘，娘，你在你在哪哪儿？娘，萧叔叔，王爷，四周都找遍了，天快黑了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啊，清婉，对不起啊，娘，是小李儿没有保护好你。看来呀，他们还是没有找到。这找到又能如何？那么高的悬崖摔下去，只会粉身碎骨。这找到呀，也只能是两具冰冷的尸体。哎呀，为了给两个孩子找吃的，竟然落个尸骨无存的下场。刘氏，你给我住口！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，简直是其心可诛。怎么了，老东西？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？要是没了他们，看你们这一群老弱病残，能活几天？坏女人！你这个坏女人，你一定会遭天谴！好了，找也找了，现在人死了，省得拖累队伍。你们几个都把东西好好收拾一下，明天准备出发。不，我不走，我要留下来找娘和萧叔叔。你一个小兔崽子，给我安分点！王爷，你醒醒！是我连累了王爷，王爷当时为何不放手？若是换做本王掉落悬崖，夫人可会放手？不会。这一路，王爷帮了我们一家颇多，今晚一定不会见死不救。本王亦是如此。看来我和王爷的命真大，差一点就要尸骨无存了。先不说这个了，当务之急是怎么从这里离开。这里高度太高，我们上不去。我有火折子，明天一早再点燃杂草，等李儿和我爹看到了烟雾，他们就知道我们在这儿了。夫人真是聪慧，
原来被人护在身前是这样的感觉。若在江淮人之前遇到的人是王爷，该有多好！没事了。王爷神勇，王爷，你的腿之前就好了，多亏小李儿给的药。这上上下下都找过了，也没见着人呢，怕不是遇到野兽了？我觉得呀，刚才官爷说的很对，这山林里这么多豺狼野兽，没准现在早就被吃干抹净了。你胡说！我娘肯定还活着。活着？怎么活呀？这悬崖这么高，不摔死也得摔成残废，早晚啊也被吃掉。哎呀！李儿、川儿，你们说到底是爹的孩子，现在你们阿娘不在了，以后就由爹爹照顾你们吧。侯爷，咱们现在已经够难了，还要带2个拖油瓶啊！他们身上肯定还有不少银子和宝贝，只要东西到手，以后的生活肯定能好。到时候还要不要他们，还不全凭咱们的心情啊！侯爷英明。我还活着，不用侯爷操心。就你？不是我说啊，你一个自身难保的老头，不拖累他们就算不错了，你还想要照顾他们，还真是可笑啊！我怎么照顾他们？不劳侯爷费心了。对，我们跟着外公。自从你休了我娘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不是我爹了。还有，我已经长大了，能保护我外公和妹妹。对，李儿也不要你这个坏爹爹。你们这2个不孝子，就跟着这个老头，迟早是死在流放的路上。哼！侯爷仁慈，念着你们骨肉亲情，想拉你们一把，你们呀，别不知好歹。外公，哥哥，相信这样的坏人一定会倒大霉的。外公，哥哥，像他们这样的坏人一定会倒大霉的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啊！是马蜂！好痛！走开！乞丐！别咬我！别凑肉，不好吃！由他们去啊！没事吧，宝宝？哥哥，要不咱们再去找找阿娘吧？好。怎么还不死心啊？你怕不是要连累死我们大家？官爷，我看他们怕不是要逃跑。小兔崽子，你们怎么这么自私啊？再这么耽搁下去，规定的时间到不了，咱们都得挨板子。官爷，您说呢？我就说嘛，你们几个有完没完了？你个老东西，还有2个小崽子，给我安分点！现在立刻收拾东西上路！小人叔叔，求你再让我们找找吧，我娘一定还活着的，求你了！行，快起来！这路上一下子死了太多人，咱们也不好交差，要不给他们点时间啊？
行吧，那就半个时辰后上路。半个时辰后，你们几个再磨磨唧唧的，要你们好看。是，官爷。走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啊！都站起来，一块找人去。官爷，关我们什么事儿啊？你看，我们连路都看不清，我们侯爷腿还伤着呢。我不去，我这腿根本就走不了。哎呦我去你！不去找人，老子就打死你！赶紧给老子找人去！娘，小叔叔，娘，王爷，小叔叔，王爷，娘，小青婉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小叔叔，小李儿好没用，小李儿明明是从天上下来保护阿娘的，结果却把阿娘弄丢了。阿娘在那边。小李儿，悬崖上下，我们昨天已经找遍了，什么也没有。不，阿娘和小叔叔就是在那边。小李，你做梦呢？这不折腾大家有意思吗？李儿，哥相信你，咱们走。到底有完没完了？这都来来回回几次了，就算找到也是一具冰冷的尸体。我劝你们不要白费力气了。哎，我不走了，走不动了。真是，江里白日做梦呢。这么高的悬崖，你娘她能非走不成？还有这官爷，他不就救过你一次吗？你至于这么耽误大家时间吗？小孩子的戏言真当回事儿？开玩笑呢。好了，半个时辰到了，走了。我不走，我要找娘去，我要我娘亲。是李儿的声音。我就知道他们会找到这儿。小李儿，这时间真的到了，我们真的该走了。小李儿，不，还有1个钟，还有1个钟的时间才到呢。是啊，官差叔叔，求您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吧。有呀，一定是娘和小叔叔，他们还活着。青婉，娘，小叔叔，是你们吗？青婉，我们在这儿。苏清婉没死，不可能。我看到了，娘和小叔叔他们就在下面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萧北辰也没死？快去找绳子！去！李儿，吓死李儿了。娘，你没事吧？娘没事，这都没死。苏清婉，你命还真大。你们遇见山匪跌落悬崖还能活着回来，真是命不该绝。山匪？根本没什么山匪，是柳云儿将我推下山崖的。王爷为了救我，才会被我牵连。什么？苏清婉，你少污蔑人！你有证据吗？我可以作证，就是他推的苏夫人。一派胡言！我看，分明是你俩无耻苟合，这才跌落悬崖的。你的话根本证明不了什么。这枚簪子就是证据。你推倒苏夫人后，慌乱逃跑，没有注意这枚簪子的掉落。你胡说八道！他死了，对我能有什么好处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王爷觊觎我的美貌，这才私藏我的簪子，是吧？王爷明鉴，我可真是冤枉的呀！好了，都给我闭嘴！一个簪子当不了什么证据，
况且为了找你，我耽搁了很长时间了。1个月后到不了营地，你们都得吃板子。走。今晚就在此地休息，你们收拾收拾休息吧。侯爷，云儿前脚都磨出血泡了，再没有新鞋子，我都走不了路了。阿娘他们的鞋子也都破了，是该换双新鞋了。肖叔叔的，阿娘，谢谢李儿。还有哥哥也有哦。啊！你哪来那么多新鞋？江离，是不是你自己偷的呀？不要你管！李儿，可爱的李儿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的亲爹呀。这样，你把新鞋给爹和你柳姨娘一人一双，之前的不懂事儿，爹就不同你计较了。我说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？李儿和川儿早就没爹了，别说是一双鞋，就是一棵草，我们都不会给你。你们还真是不识好歹，给你们机会不中用是吧？好，等本侯爷回到京城恢复爵位，到时候你们就算跪在我面前求我，本侯爷绝对不会原谅你们。先玩玩他们。爹，你看，我这儿又多2双新鞋子哦。丽儿，还是你懂事。放心，等爹回到京城之后啊，一定会。2位官差叔叔，谢谢你帮我找到了肖叔叔和娘亲，所以呢，李儿先把这2双鞋子送给你们呀。我也有。看，我就说苏夫人一家人心地善良嘛，给你。谢谢小李儿。江离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自己的亲爹你不给，你去讨好一个外人。你再废话一句试试，信不信老子抽你？不就是一双破鞋吗？有什么好稀罕的？哼！哎呀，侯爷，妾身的脚都要废了，我可怎么活呀？活不了一边死去！李儿、川儿，你们肚子饿不饿呀？娘给你们做饭吃。好。娘，你给我炖鸡吃好不好？好呀。鸡？你们哪儿来的鸡啊？娘，那我去采点蘑菇吧。我刚才看在山路上有好多蘑菇和野菜。哎，川儿，注意安全啊！正好空间里没有菜。哥哥，你等等我，李儿也要去。哎，李儿，哎，这俩孩子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侯爷，妾身也去采点蘑菇。啊，这。这么多蘑菇，这下不用饿肚子了。干什么呢你？起开！柳氏，你懂不懂先来后到啊？这片蘑菇是我们先找到的。什么你的我的？
这个沙写你名字了吗？这个蘑菇进你们筐了吗？川哥儿，你这长相丑陋也就罢了，这性子还这么刁钻，当心以后娶不着媳妇儿。你没事儿，哥，咱们去别处采。算你们识相。这个毒妇是哥哥没用，没帮你守住那些蘑菇。哥哥，我听说那里有好多毒蘑菇。什么？这个就叫恶有恶报。来，青丸，青丸，走开！侯爷，我也想吃肉，凭什么我们只有蘑菇没有肉吃啊？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，这还不是因为你没用？早知道我就不和青丸合离了。侯爷，你说这话也太扎人心了吧！这一路上我对你不离不弃的，你对得起我吗？好了好了，刚才是本侯说话重了。救我！毒蘑菇这么厉害，他们不会死吧？怎么回事？快呀，这蘑菇有毒！我们吃了也没中毒啊！快，把我情郎中！等着！郎中，郎中！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他们治疗及时，喝了药之后没有性命之忧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可能会出现幻想，一时半会儿清醒不过来。走吧。侯爷，你怎么在天上飞呀？都是我的。侯爷，飞了，红伞伞，白杆杆，吃完一起躺板板。飞喽，飞喽！飞了！小马，王爷，前面有流寇作乱，您务必小心。本王知道了。我说大家怎么都被药放倒了，原来是萧叔叔的人干的。京中局势如何？属下已经暗中知道了太子殿下意欲谋反的关键证据，用不了多久，陛下一定会还王爷清白。是。都给我站住！
此路是我开的，此树是我栽的。想要从此路过，你得留下点儿买路财。对，留下买路财。我们没有钱啊！没钱，没钱把命留下来。他有钱，他包裹里都是银子，你们找他要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坏女人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嘿，你们一路上又吃鸡又吃肉的，谁家牛放有这么滋润呀？来吧你！老大，没钱，敢骗我！既然这样，那小夫人就让我跟兄弟们快活快活，变成啊！快活快活，老大英明啊！小娘子倒是有几分姿色啊！你先来。滚开！离我娘远点！不知好歹的小兔崽子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抓起来！几位好汉，我们身上真的没什么银钱，还请几位高抬贵手。好说啊，那你就让我们哥几个呀，快活快活，我们保证你这一路是顺顺当当的。对，顺顺当当的。苏清婉，你不是一直自诩是贤妻良母吗？你这么爱江里和江齐川，不如你就从了他们，这样我们大家都好过啊。说得好，有道理。来吧，来，哎呀，谁打的我？谁出来？我刚才亲眼所见，是他打的你。臭小子，你是不是找死啊？给他点颜色瞧瞧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怎么办？杨叔叔的伤还没有好，这么多人，他一定撑不住的。王爷，放我下来！没事啊。他不行了！兄弟们，打死他！鸟儿，快帮忙！哎呀，这么臭！官兵来了，兄弟们快跑！行，快跑！别动！哎呀，老实点，给我通通拿下！别动！老实点！别动！我们是附近的官兵，这附近经常有流民作乱，才在此处巡逻。你们路上小心一些。原来这些都是萧叔叔的人。苏清婉的命也太好了吧，这都让他逃过了。到底走不走啊？耽误了时辰，惹得我们挨板子，你们负得起责任吗？闭嘴！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啊！外公，您没事吧？外公没事儿，外公就是有点累，让小丽儿担心了。两位官爷，我父亲年纪大了，体力不支，
还望2位官爷通融，我们一定不会耽搁太久。可以，那就让你们休息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后，所有人，我们必须出发，赶往前面那家客栈，听见没？多谢官爷，多谢官爷。一会有银子，可以去客栈里休息啊！哎，老大，侯爷，他们到底把银子藏哪儿了？我哪知道？早知道就不听你瞎撺掇，与他和离了。这个好像能滋养身体，也不知道对外祖父有没有用。外公，你吃这个药试试。半个时辰到了，都赶快点，收拾东西赶路。爹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吃了小丽儿的药，好像有力气多了。都进来！有银子的可以住上房，没银子的住通铺。侯爷，您身份尊贵，怎么住得惯通铺啊？官爷，我们身上就这些东西了。得了吧，就这点钱，你们2个走铺。今晚我们毕竟夫妻一场，你身上还有银子，这样你帮我们开一间上房，我们俩挤在一起凑合一下就成。你还真是厚颜无耻！可惜我们也没银子了。当真？这一路走来花了不少银子，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？苏清婉，我还当你一直有好运道呢，现在也要跟我们一起住通铺，以后吃糠咽菜饿肚子了。通铺就通铺吧，大不了我以后少吃点儿。苏夫人，您要是没银子，那就只能对不住了。娘，李儿开好房间了，而且哥哥还订了一桌吃的。哎呀，苏清婉，你不是说你没银子了吗？唉，忘了说了，我们是订了3间上房，订了一桌吃食后，没银子的。你们这么几个人住3间上房太浪费了，你们匀出来1间给我们，我们俩将就一下。别呀，侯爷你金尊玉贵的，可千万别将就。你，苏清婉，你匀出1间上房来给我们，待本侯回京，可允你继续做我的夫人。那我还真是谢谢你了。那要不要我再给你开一间最顶级的上房？也可以啊，清婉，我就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。梦里什么都有。几位，餐已经准备好了，请用。各位请慢用。哎，这位夫人，这是别的客人的，你要想吃，让你夫君买给你。你个丑八怪，凭什么吃那么好？把鸡腿给我！我凭什么给你啊？你是乞丐吗？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霸道的乞丐呢。你个小野种，你说谁是乞丐呢？真香，这么大的鸡腿，岂不是能吃到撑？侯爷，你看他们有大鸡腿和大肘子，我们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没出息的东西，吃什么吃？
回去休息。走啊！快来，娘，我去给外公挖一些草药，一会儿就回来。那你们要注意安全啊，让哥哥陪你一起去。好。哥哥，人参是人参，真的是人参！哥哥你好厉害！是李儿厉害，有了这株老参，外公和萧叔叔的身体肯定能大好。李儿，你还在找什么？我觉得有这株老参应该已经够了吧？找秦椒，要是能找到秦椒就好了。秦椒是干什么的？长什么样的？哥哥帮你一起找。秦椒和白姜蚕能制成祛疤的神药，再搭配丹参，效果会更好。哥哥要是没了这道疤，就不会被人家丑八怪了。可惜这一路都没有找到秦椒。哥哥，秦椒的叶子向上长，细长，有蓝紫色小花。好，哥哥帮你一起找。李儿，李儿，你要的是不是这个？对，就是这个。哥哥你太厉害了。哦，对了，李儿，你还要找什么？哥哥帮你一起找。够了够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，要不然娘该担心了。好，走吧。外公，谢谢小李儿。外公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哦。好，外公一定会好起来，然后每天陪小李儿去玩。哥哥，这是你的。这是什么？哥哥，这是用我们找到的秦椒熬制出来的祛疤膏。哥哥只要敷上一段时间，脸上的疤就能去掉啦。真的能去掉吗？真的，哥哥，你就相信小李儿嘛。谢谢李儿，心里还想着我。治好了这伤疤，哥哥就不会再被别人嘲笑了，真好。不管能不能管用，这都是李儿的一番心意，不可辜负。行吧，今夜只能在林中休息了。今晚就在这过夜，你们给我安分点啊，别又给我惹出什么事儿来。官爷，这么冷，睡一宿，我们大家都会生病的。生病那是你命贱，一个流放的贱民还想要锦衣玉食的生活不成？官爷，消消气啊。没事，走吧。幸好我把侯府里的东西都带过来了。阿娘，你们快看，小李儿捡来了好多棉被呀！李儿可真是咱们家的小福星啊，看来咱们的运气也不差嘛。云儿，你去抢一床被子回来，我身上有伤，要不然会冻死在这郊外的。快去吧，啊！坏女人，不许抢我们的被子！给我！这是小
小李儿的被子，你知不知道羞耻2个字该怎么写啊？只有这一床被子了，多的你别想了。娘，你为何要给他呀？因为娘她心善，是一个好人，不像柳姨娘一样。因为我们的被子足够用，娘不希望你们成为他们那样自私自利、不辨是非。什么好人呢？这被子一看就没有那么好，一定是你们不要的破烂货。是啊，这被子当然没有你的脸皮厚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这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？也不知道害臊。就是，不要，那就还回来啊！嘿，怎么了？你给我拿个最薄的被子，我说你2句怎么了？我跟你说话呢。你敢打我娘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？不怕你小兔崽子，来！干什么呢？皮又痒痒了是吧？啊！再给我闹，今天晚上都别睡了，全给我继续赶路！前面就到岭南了，快点！终于到了，这2间房子就是你们以后的住所，你们自行协商。哦，对了，东边有一块荒地，以后你们每天都去开荒，种出来的粮食70%上交给朝廷，30%留着给你们自己食用。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，听懂了。走这么久，终于到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到时候如果交不上粮食，你们一个一个都得挨板子，听到没有？多谢官爷一路关照，我们记下了。先到先得，我要这一间。对，我们就要这间。以后啊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谁都别占谁便宜。我们明明是一起来的，怎么就成先来后到了？况且，按照人数来算的话，我们才应该住大的才是。啊，我就住这儿了，你能拿我如何啊？更何况你们人多啊，又不是我的错，怎么路上不死1-2个，带着一堆拖油瓶？对，官爷说了自行分配。你们这一路上吃香的喝辣的，凭什么你们还要住大房子？我们吃什么喝什么，凭的是我们自己的本事，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就凭老子是你爹！你这个不孝子，我当初怎么就没把你给掐死？岂有此理！是你自己滚，还是我给你们扔出去？我们自己走。肖叔叔，你真威武，你真厉害！肖叔叔，你能教我习武吗？好，等今日安顿下来之后，明日我就开始教你习武。好。多谢王爷，但你的伤当真痊愈了吗？已经无碍，只是我不擅长做饭，日后还要劳烦苏夫人赏口饭吃。肖叔叔就放心吧，我娘她做饭可好吃啦，保证把你喂得白白胖胖的。你个小机灵鬼！再说了，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的嘛，早晚的事儿。李儿，别胡说了。我该做点什么呢？有了！有这些应该够了。看看房里还缺什么吧。
娘的、哥哥的、外公的、肖叔叔的，衣服、鞋子、被褥都有了。有什么我能做的吗？肖叔叔，不用，你去旁边歇着吧。等一下，肖叔叔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刀啊，一点也不快，切个萝卜都费劲儿。唉，我试试。李儿，那刀明明很快啊！哎，哥哥，你难道不想让肖叔叔做我们的爹爹？哦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走啦走啦，我要给你敷药去了。你看，你脸上的疤都已经浅了很多了。啊，走。开饭了，开饭了，都出来吃饭了。哇！来，他们到底把东西藏哪儿了？每天有那么多肉吃。你看看婉娘，每天都能做出这么多好吃的来，不像你，整天就只知道拿破馒头打发本侯。我倒是想做，你倒是把肉给我呀！本侯当初就不应该为了你这么个废物与婉娘和离。你但凡有婉娘一半的本事，本侯也不至于过上这样的日子。他那么好，你和他过去啊！泼妇！你来做什么呀？难不成还想再被踹出去一次啊？婉娘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听柳云儿的挑唆与你和离。我们到底10几年的夫妻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好好补偿你和孩子们。不用了，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挺好的，孩子们也觉得挺好的。婉娘，你相信我，我还是有机会回京的。只要我一回到京中，我就立刻为岳父大人翻案，到时候再把你和孩子们都接回去，好不好？你有这么好心？当然，只要你愿意让我住在这儿，再分我一口肉吃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想吃肉啊？行啊，看见那边柴了没有？都劈了，还有那边的水缸挑满，我就给你一块肉吃。这么多呀？怎么，你不是想吃肉吗？你当这肉是天上掉下来的？你要是给我们家做工，我们可以管你1日3餐。你让我堂当侯爷给你们当奴才，苏清婉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不然呢？请你来我们家当大爷啊！小兔崽子，你是，我是小兔崽子。那你呢，老兔崽子？你们，正好大家马上去开荒，你要是想吃，以后每日为我家开荒，到时候自然有你一口饭吃。哼！本侯金尊玉贵，岂能做这种泥腿子的活？那就赶紧滚，否则我送你出去。王爷，来吃饭。对了，明日开荒，李儿就别去了吧，你年纪小，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。那李儿在家里做饭吧。真乖。从东边这块池塘到西边那块大石头，就划给你们家了。你们要是有余力啊，也可以再多开些荒地，到时候啊，我给你们登记在册。多谢李正。您慢走啊。江淮人他们到现在还不来，难道还真准备喝西北风啊？不行，我得回去看看，他们别又对李儿使坏。快回去。
怎么收拾你们。哎，嘘，哎呦，救命啊！啊！别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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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幸好当初把侯府的大黑也装进了空间里。李儿，你有没有事啊？阿娘，我没事。他们偷东西，我放了大黑养他们。蒋怀仁，老娘受够你了！你要再来惹我们，老娘把你剁碎了喂狗！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！萧叔叔，你误会了，我娘她平时不是这样子，平时很温柔的。王爷，你怎么也回来了？我怕你吃亏。幸亏王爷回来的及时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娘亲可真厉害呀！哎，哼！娘，外公，哥哥，来开饭啦！哎，来了。我们李儿真能干啊！哇，好香啊！苏清婉这个贱人，也不知道把银子藏哪儿了。明明是出来流放的，就吃得这么好。侯爷，啊，我们吃饭了。切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们呀，今天我们也吃肉。好吃，真好吃。这个死鬼，就知道他不会给我留，幸好我早就吃了大半。娘，他们哪来的银子买肉吃？不知道。按理说，江怀仁这性子，他要是有银钱，早就忍不住拿出来买肉了。不就是肉吗？本侯以后啊，顿顿吃肉。银钱总有用尽的时候，你们不开荒耕地，早晚饿死。愚蠢！本侯早就向附近的村民打听过了，这里的荒地根本就种不出粮食。就算你们开荒10亩，能种出1亩地粮食就不错了。本侯啊，才不会做这种无用功。你们就等着喝西北风吧。你还真是愚蠢至极！这附近的村民开荒20余年，也才种出了10亩地，根本就没种出什么来。你以为你们勤勤恳恳开荒就能丰收了？本侯今天就在这看着你们累死累活，颗粒无收。四夫人，他这话也算属实。我们这儿土地贫瘠，就算是开了荒，也难种出粮食来。你们家还有2个孩子，还是要另谋出路才行啊！多谢王婶提醒，我们会好好想办法的。真香啊！哎呦，还是我们侯爷有本事，不用我干这些泥腿子的糟活，照样啊，天天有肉吃。就是他。你就是柳云儿。对，你们是谁？跟我走！干嘛，侯爷？走！别动我肘子！走！放开我！你是谁啊？果然是个不识趣的娘们儿，居然让我们哥几个来抓你！像你这种货色，等会儿带回去，要是不识趣，老子一定打断你的腿！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我又不认识你们。
是不是？侯爷，你快救我呀！装什么不值钱？你相公可是已经把你卖到我们家了，现在你可是我哥几个的媳妇儿了。你说什么？叫坏人！我这不是饿了吗？你过去给他们当几天媳妇儿也不吃亏啊！各位好汉，那剩下的钱你拿来的钱买肉啊！合着你是把我卖了呀？叫坏人，你是不是个男人？看我不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够了！你少跟我装贞洁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早就在路上跟那个官差滚在一起了。那你就把我一个卖给他们5个人，你怎么不把我卖到妓院去啊？少废话！我不管你这是怎么回事，这是卖身契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的媳妇儿。你放开我！你贱女人，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玩意儿！叫坏人，你不得好死！你放开我！别动！叫坏人欠你们多少钱，我还给你们。你们要是再逼我，我就投河自尽，让你们什么也得不到。不卖了，行啊！你相公今天拿了一条肉和肘子，还有10两银子，一共就给你算20两。拿来。这是10两银子，肉是他吃的，你们找他要。柳云儿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私藏银子，你还陷害本侯！叫坏人，你个孬种！我跟了你，真是瞎了眼了！你不仁，我不义，我只是你的妾，不是你的奴婢。就算告到官府，你也不能将我发卖。少废话，赶紧给我拿银子！我不管，反正人我是卖给你们了，你们没本事带走是你们自己的事情。我身无分文，没银子。什么？拿不出钱是吗？好，兄弟们，敢得罪我们赵家，给我狠狠的打！真没银子！娘，幸好你和我爹和离了，不然我和哥哥肯定也会被卖。对，我去把那点活做完啊！哎呀，我当初也是瞎了眼，竟然看上这么个人渣。但是娘，你别伤心，谁年轻的时候没爱上过几个人渣呀？就你会说。那娘，你觉得萧叔叔怎么样？王爷啊，王爷好是好，就是什么？王爷乃人中龙凤，想要什么样的人没有啊？娘如今也不年轻了，况且曾经还嫁过人，王爷是不会喜欢我的。我喜欢。王爷，萧某仰慕夫人已久，只是如今萧某乃是戴罪之身，不知夫人可会嫌弃萧某？可会嫌弃萧某？王爷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我怎么会嫌弃您呢？夫人可愿嫁与我？我要想听一下春儿和李儿的想法。愿意，娘，我们愿意。我也愿意，王爷，以后就请您多多关照了。你们开荒也没用，你们那些种子种下去几个月，不还是什么都没长出来吗？
有那闲工夫，还不如讨好一下县太爷呢。我说苏清婉，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？那知县大人能看上你，那是你的福气。你跟了他是什么没有啊？非要跟着萧北辰在这吃苦？我说江淮人，你还真的是一点脸皮都不要了。谁不知道你要拿我讨好县令？现在又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还真是不知道害臊。知县怎么了？啊，你们不会还以为你们还能回去吧？这跟了知县吃香喝辣的，不比你嫁给萧北辰那个废物要强？就是装什么清高啊！要是知县老爷看上的是我哪还用在这儿和这个废物好？上次那2个月没躺够是吧？再让我听到你们打我夫人的主意，送你们上路！萧北辰，你给我等着！知县大人知道了，绝对饶不了你！真没想到江淮人是这种人，好好的人不做，非得去给贪官做走狗。可是咱们的粮食真的长不出来了吗？不会的，一定会长出来的。娘，萧叔叔，外公李儿，咱们的粮食长出来了！真的？真的长出来了，真的发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有粮食了！来吃，来，外公，快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被流放至此，竟敢动手打人，真是不想活了！大人，就是他动手打的我，他就是苏清婉的夫君。是你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，押入大牢，严加审讯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无缘无故打人，就该抓你。我告诉你，苏清婉，我们大家可都看见了。哼！你要是再敢阻拦，本县令把你们统统抓起来。我跟你们走。你叔叔，萧叔叔，丽儿放心，萧叔叔不会有事的。带走。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晋王萧北辰忠君爱国，战功赫赫；丞相苏秉宣清正廉明，爱民如子。经查，晋王萧北辰、丞相苏秉宣流放一案，天日诏诏，实属构陷。经三司会审，彻查真相，晋王萧北辰进爵镇国亲王11万户，丞相苏秉宣官复原职，赐单收铁券，黄金万两。安平侯江淮人私结党羽，伪证欺君，罪于十恶，秋后问斩，以儆效尤。钦此。臣接旨。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我错了。我娘，我不想死啊！帮帮我！我娘，你救救我！我不想死啊！还不将其拿下！上！你帮帮我！我真的不想死，我娘！柳云儿，你诡计多端，助纣为虐，罪无可恕。此生流放岭南，不得回京。多谢王爷饶我一命，谢王爷，谢王爷！知县刘源欺压百姓，强抢民女，将其打入大牢，依法处置。上！带走！王爷饶命啊！王爷饶命！王爷，既然明日我们就要回京了，不如把田地分给乡亲们吧，来年他们也好有个好收成。都听夫人的，
你脸上的疤现在也好了，回去以后娘就给你相看亲事吧。好，谢谢娘。不光是川儿的亲事，还有我们的亲事，也要大办。我都已经是3个孩子的娘了，这么张扬做什么呀？我不想再委屈夫人。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大家出发吧。太好了，我们要回荆州了。走。好。